你们再过来。你现在不行这样的啊？不行。哎，好了，我讲完了刚刚那个话题。什么？你要说你初三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那个是下半场压轴。压轴了。你忘记那个初二了吗？初二我跟谁的？初一跟初二其实我已经消失记忆了。好的。然后，我为什么站在这里？我想一下。好了，刚过完年，大家都有没有清醒的感觉？其实过年很累，哦，超累，真的很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都还在做梦，从小年夜前一天开始。应该喝得很累吧？不是，我不喝酒的。都是人家喂那这是什么？怎么在这边？啊，他在这边，那我就喝掉好了，浪费。那个东西不好，把它消灭。对啊。对。那么快就断掉那个话题了。好，讲一些感性的话。对了，讲一些感性的。我瘦了。有吗？没有。都快哭了。好，就是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到第6首歌曲，这首歌也是很不简单。有没有哪首是简单一点？听说这首一定会弹错。我可以先承认吗？对。好啦，接下来这一首，你们在尴尬什么？接下来这一首，其实我们太久没有表演了。要请那个老祖介绍一下。真的很久没有表演有疏离感了。对啊，好奇怪。老祖你介绍啦，快点。对啊。好，这首歌。介绍你的裤子好了。我先介绍我自己好了，我是来自屏东县五台乡考察村古茶公部了，叫老鼠，谢谢。我这掌声听不到。我未婚，32岁，6个小孩在外面。多姓妈妈。3个登记户口。3个因为过年户政系统宕机。目前是幽灵人口，但是你都给红包，一个人给5块，省钱嘛。哎，稍后讲话。你有麦克风哦。说好了有来哦。你要讲那么冷笑话的话，你们啊，你讲一个真的很热情的笑话嘛。我在下半场。好热哦。哇，这笑话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们部落一个长辈，然后所谱的一首歌曲。那其实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已经到火星去了。然后，可是他很感谢他留下这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所以他没有发表过。然后就是他有留下他的影像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谱记下来，然后稍微改编一下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想你》。然后中间有放那个陆海族的传统歌谣，大家听看看就蛮好听的一首歌，就把它放到这首歌里面。因为这个大哥他是雾台乡好茶村陆海族人，可是他写的感觉是有点太鲁格族、泰雅族的那种感觉这样，然后巴沙木瓦的感觉，有点偏墨西哥那边南部。厉害了。我们还是不要唱这首好了。忘记前面出声。麦克风调低。开始。是
心里有着无限的惆怅。想你的心就越来越深刻，亲爱的你，我真的真的好想你。因为手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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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在亲爱的你，我知道越是才能够见到你。因为想着你，日夜不停思念。亲爱的你，何时能在一起？天空乌云密布，心里有着无限的惆怅。想你的心就越来越深刻，亲爱的你，我真的真的好想你。让掌声欢迎深情王子苏拉。因为手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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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你，谢谢。